疫情当咧滚假，辛苦的医护人员也着爱照顾家己的安全。台北市关团局自去年开始，就甲旅馆业者合作，设一个警消医护加油站，互相关人员会当暂时去住旅馆，也较袂畏病互厝内面的人。 自去年3月份开始，台北市设立警消医护加油站，互有接触到患者的高风险人员，会使暂时住入去旅馆，避免畏到厝内人。最主要还是那个心情呢，就是好意，就是提供给不放心的这个医护人员，那他也许家里不太放心等等，那么就有地方可以去。 桃园疫情汹汹加悬，阁有大约40个病人甲陪病者对桃园步入病院刷到台北市的病院，对第一线医疗人员的信心拢是挑战。旅馆业者表示，对过去来看，需求确实有增加。根据联合病院医护人员去年的统计，拄开班时根本无人入来住，伫5、6月份疫情较严重，有升悬。统计到12月份，计共有200多个人次来使用。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推广，其实它实际上的使用率是没有那么的高。然后那到了其实随着疫情慢慢它其实变得比较严重之后，那它的使用率其实有明显的提高。那大概其实平均每天都会有1、2张的订单。 这家虽然不是防疫旅馆，但消毒比较防疫标准。目前总共有6间医护加油站，提供400多间房间，让医护警消人员通用优惠价数随时入来住，避免无势力去畏到厝内人。记者陈雅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